每一個客仔你要填呢個 form 做一個記錄，係用收工或者係 DG 或者係 message、postpaid 或者 prepaid。prepaid 咧係每一個月還單嘅，postpaid 咧嗰啲熱單嚟嘅，寫低係用幾多錢。所以你就問佢咯，係有 contract 冇，或者係 subline 有或者冇，你就寫有或者係冇啦。咁樣係用電話上網有冇超過75個 GB 嘅？有咧高過75個，你就畫一個嗰個箭頭畫上嚟咯。OK 如果係低，你就畫低咯，做一個記錄先。提醒俾你顧客，每一個月係俾嘅呢個電話台 ，OK 消費就係打電話同埋上網啫。咁咧你就可以分享俾佢知道，而家我哋一個特別嘅電話卡就叫 ToneWow，點樣可以減輕佢嘅消費，仲夾有好多服務。呢個 form 咧就填佢嘅名同埋 WhatsApp 電話號碼。填好咗頭一張 form 關於電話消費，你就可以分享 ToneWow 電話卡點樣可以 upgrade， 為咩點解要 upgrade 呢個 ToneWow 電話卡？upgrade 呢個電話卡咧就係用緊呢個收工 DG 嘅線，即係 DG 啦。OK 每一個月就係俾35蚊，之前俾100蚊或者60蚊或者80蚊，而家每一個月係35蚊啫，冇 contract。咁樣有咩好處咧？喺呢度咧你就睇得到，可以打電話啦，上網有意外保險、人壽保險，top up 有分數可以換嗰啲分數，可以換你嗰啲 Grab 嘅分數或者係 Touch 'n Go等等，仲有好多嘢，仲有抽獎介紹俾朋友都可以賺錢。計起嚟咧，呢度有1、2、3、4、5、6、7樣嘢。之前俾100蚊又好，50蚊又好，幾多錢都好，淨係打電話上網。但係而家 upgrade 咗 ToneWow 電話卡，仲有7樣嘅服務，非常之好。人壽保險嘅好處係響 ToneWow唔使有 body check up， 即係講唔使去 check 身體都可以合格得到呢個人壽保險。不過記得摩多西哥坐摩多冇包意外冇保險冇包嘅。上網我哋嘅上網咧 data 即係講上網用唔晒，可以帶過去下個月。OK， 阿哥阿姐，你而家睇啦，你自己可以比較之前嘅電話台同而家嘅電話台。ToneWow 電話卡35蚊啫，仲夾有7種服務，你覺得邊一個好啲呢？當然唔使講啦，當然係 ToneWow。OK， 所以要做一個精靈嘅消費者，每一個月嘅消費就係35蚊。第一次嘅配套咧就係49塊半咁你可以用到1個月，過後咧做每一個月嘅消費就35蚊。如果你要做公司嘅代理人，即係做呢個生意就係128塊，每一個月嘅消費都係35蚊。